我話嗱，做丈夫嘅咧，你由今日起手咧，要學識三從四德。太太由今日起出街，你要隨從，跟尾狗一步要拖到實實。太太上車落車，冚唪唥都要扶到實實。咁我話第二咧，就要順從。太太啊，結咗婚之後咧，好多嘢唔識噶嘛，咁啊故此咧會有好多困難嘅，你要好順從。太太發脾氣好，你都話darling啱晒，sweetheart你冇錯。我最緊要咧就第三個盲從。咩叫盲從咧？太太同啲朋友、啲同學嗌交，你太太冚唪唥錯晒，你都話太太啱晒，咁呢樣叫盲從。三從：隨從、順從、盲從。我跟住四德。咩叫四德咧？第一，我由今日起手啊，聽朝太太譬如要化妝，你要等得，唔好咁多聲氣。你咧太太咧要俾機會，因為早新娘要靚，要好靚至出街嘅。咁啊要開始油灰水、畫眼線、畫眼眉、搽口唇，你一啲唔可以吹，一吹由頭再畫過晒，你盞仲眼啲添。咁啊第一咧等得，第二係記得。咩記得咧？太太嘅生日日子。今日你結婚週年紀念日，你甚至無啊最好咧，連外母嘅生日都記埋。咁你咧買到最靚禮物，一定要記得。咁啊第三咧就要忍得。咩忍得咧？因為太太咧結咗婚之後咧，又會發下脾氣啊，又會掹憎啊。咁你一嘢都唔出聲，但係最緊要嗰樣咧，第四咧要捨得。咩捨得咧？咁你要獎勵太太咧，買多啲寶石、首飾、衫袋，最緊要咧話自己係廣廊樹。我都係。咩叫廣廊樹咧？一條心。我即係由今日開始咧，你隻眼只準望太太，幾靚小姐經過都唔望，今後見女人都唔望，係太太要望到神。